乡亲啊，这个儿童确诊反动症死亡的个案，继续来看这个3岁小男童梦梦，为牙病到死亡，短短无到5天。上尾也是因为免不性的脑炎，抢救60点钟也是救无转来。囡仔爸爸讲，这个后生一个发烧，就随甲带去病院，当天佫带转来厝内底观察。啊，才人一天尔尔，这个病况的变化真紧，因根本就未赴应变。希望政府除了爱加速度，互6岁以下幼囡仔赶紧来注预防射之外，嘛希望讲这囡仔若有症状，会当互囡仔带院观察，避免类似的危险过来发生。萌萌，这一只是什么？咕咕咕，你看得出来对不对？是。和爸爸做伙画图，这3岁萌萌已经真会晓看图、认动物。有好食的爸爸嘛拢会分予心肝宝贝。不过安尼日子干那3年，在疫情期间，萌萌较进动症，救无转来。发烧我就开这个退烧药给你们吃啊，你们就回去观察这样子啊。运动也给速度太紧了。桌仔顶拢是看萌萌生前上介意的，伊天真高做笑容，听第3岁。萌萌16号发烧到38度，随做 PCR， 摕退烧药啊，登去观察煞无退烧，阁烧到41度，骹手慢慢意识无清楚，因为严重脑炎欠酸素，阁心律不整，隔天大脑炎加上神经性休克，离开世间，家属拢真伤心。你政府你来开放讲要与病毒共存，这6岁以下染疫的发生事故的，谁要负责？这是谁的责任？亲人安怎嘛想袂到健康活泼的萌萌，对发病到过身才5天。家属希望政府会使重视6岁以下囡仔，若是有症头，就留伫病院做观察。配套看要安怎来保护这6岁以下这无注疫苗这囡仔，啊无这囡仔真正是无辜的呀。希望莫互危险再发生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